5月14日星期四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若望福音。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們如果遵守我給你們的命令，你們就是我的朋友。我稱你們為朋友，因為我從父那裏所聽到的一切，都已經告訴了你們。不是你們揀選了我，而是我揀選了你們，並委派你們去結果實，結出常存的果實。反省，仲記得聖言就係天主，天主係愛，耶穌就係真理啦嘛。我哋唔難喺從中明白佢哋之間嘅關係有幾咁密切。我哋諗一諗，我哋可以自稱係耶穌嘅朋友嘛？點解呢？分享說明一下。結果實同結出常存嘅果實有乜嘢分別啊？分享一下理解。祈禱意向：基督完成咗聖父託付俾佢嘅使命，為此我哋感謝佢為人類犧牲同贖罪，更感謝佢教導我哋一切，願佢與聖父同享光榮。行動回應：今日係紀念耶穌升天日，我哋向十字架上嘅耶穌鞠躬致敬，並誦念信經，宣認追隨佢。